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非常強大嘅工具，叫做原子習慣，升級你嘅行為作業系統。呢份簡報唔係淨係講啲普通嘅大道理，而係一份從底層邏輯到操作指南嘅視覺化實操手冊。我哋好多時想改變，但係成日半途而廢，其實係因為我哋嘅底層系統未更新。呢套理論係提煉自 James Clear 嗰本暢銷全球嘅神作。今日我會帶大家睇下點樣透過微小嘅改變去重塑你嘅人生。準備好未？我哋即刻開始睇下習慣點樣好似複利咁幫你增值。點解習慣咁緊要？大家睇下呢張圖嘅複利曲線。如果你每日進步1%，一年之後你就會強大咗37倍。相反，如果你每日退步1%，一年後你就幾乎趨近於零。英國單車隊以前好廢，但係佢哋換咗教練之後，就係靠呢種邊際利潤嘅聚合，連坐墊、按摩膏呢啲細節都改善1%，最後統治咗單車界10年。成功唔係靠一兩次千載難逢嘅轉變，而係日常習慣嘅產物。所以唔好睇小每日嗰少少嘅進步，時間就係你最強大嘅盟友。好多人做兩做就話無效，其實你係處於潛能潛伏期。你以為進步應該係一條直線，但現實中開頭係有一段平坦嘅時期，好似融雪咁，冰塊喺-5度升到0度之前，外表係完全冇變化㗎，但其實入面一直儲緊能量。到咗0度嗰個臨界點，冰先會開始溶。所以，當你覺得努力無回報嘅時候，其實你先前嘅努力並非白費，只係被儲存起來。你要做嘅就係堅持住，直到突破嗰個臨界點，你就會見到爆炸性嘅成長。呢點係好多人嘅誤區，我哋太執着於目標。其實贏家同輸家個目標通常都係一樣嘅。分別就在於佢哋嘅系統。如果你只係望住個標，達標之後你就會停，甚至會出現溜溜球效應，打回原形。但如果你有個好嘅系統，你就會隨時享受個過程，因為系統運行緊嘅時候就已經帶嚟滿足感。記住一句話，你唔會提升到你目標嘅水平，你只會審輪到你系統嘅等級。所以，與其諗住要贏，不如諗下每日練波嘅方式點樣優化。改變有3個 layer， 最外面係結果，例如我想減肥；中間係過程，例如去 gym；而最核心、最緊要嘅係身份認同。如果你同人講我戒緊煙，代表你仲覺得自己係煙民，只係用意志力去壓抑。但如果你話我唔係吸煙者，咁先係由核心出發。你每一次做嘅行為，其實都係幫你想成為嗰個人投緊一票。當你認同自己係一個健康嘅人，你自然會去做健康嘅事。所以，先問下自己，你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？要改習慣，先要知習慣點運作。我哋個腦有個4步回圈。第一係提示 Q， 例如手機震一震。第二係渴望 Craving， 你想知邊個揾你。第3係回應 Response， 你就攞起部機睇。第4係獎勵 Reward， 你滿足咗好奇心。呢個 loop 喺毫秒之間就完成咗。問題階段就係提示同渴望，解決階段就係回應同獎勵。只要我哋掌握到呢4步，就可以好科學咁去拆解或者建立任何習慣。之後我哋會講點樣利用呢4步去設計你嘅行為。基於頭先講嗰4步，我哋有4大法則去建立好習慣，令佢顯而易見、有吸引力、變得容易，同埋令你滿足。如果你想戒壞習慣，就倒轉嚟做，令佢隱形、無吸引力，變到好難做，同埋令你唔爽。呢個矩陣就係我哋嘅實戰框架。無論你想學英文定係想戒零食，都可以套用呢套法則。下面我哋會逐個法則去拆解，睇下有啲咩具體嘅招數可以即刻用落生活度。第1招，顯而易見，
首先你要察覺到自己嘅習慣。日本鐵路司機有個好出名嘅指叉確認，見到綠燈要大聲嗌出嚟，咁樣可以令大腦由自動導航喚醒返去意識層面，失誤率即刻減低85%。你都可以整張習慣記分卡，寫低你每日做緊乜，唔使急住去改住，只係單純咁察覺邊啲係好，邊啲係衰。改變嘅第一步唔係評斷，而係你要知自己做緊乜，先有得去優化。之後我哋要幫大腦寫 program， 有2條好用嘅 formula。第一條係執行意向，你要明確寫低我將於某時間喺某地點做某行為，寫咗落嚟嘅人執行率高達91%。第二條係習慣堆疊，將新習慣黐住個舊習慣。例如，沖完咖啡之後，我會去冥想1分鐘。你唔使諗幾時做，因為個舊習慣就係一個最強嘅提示，咁樣你個腦就會好順暢咁一個接一個咁做落去。唔好太相信自己嘅意志力，環境設計先係王道。科學研究發現，如果將食堂嘅水擺喺周圍都見到嘅位，啲人自然會飲多咗水，汽水銷量就會跌。所以你想食多啲生果，就將佢擺喺台面最眼醒嘅位，唔好收埋喺雪櫃底。記住一空間一用途，睡房只用嚟瞓覺，辦公桌只用嚟做嘢，等環境本身成為你嘅提示。你要做嘅唔係對抗環境，而係設計一個令你唔使諗都做到好習慣嘅環境。想戒壞習慣，最有效係令佢隱形。所謂極度自律嘅人，其實係佢哋處於一個唔需要成日考驗意志力嘅環境。越戰研究發現，好多美軍喺戰場吸毒，但返到屋企之後，因為環境徹底變咗，90%人竟然自動戒咗。壞習慣係有自催化特性嘅，你見到個提示就會想做。所以如果你想專心，就將手機擺喺另一個房；如果你成日自卑，就退追蹤嗰啲令你窒到嘅 social media。切斷源頭，比起對抗誘惑容易得多。第二招，要有吸引力。我哋個腦對想要嘅衝動，通常大過中意。多巴胺唔係喺你攞到獎勵嗰陣先升，而係喺你預期有獎勵嗰陣就已經飆升，驅使你落手做。而家呢個社會充滿晒超常刺激，好似垃圾食物或者 social media 咁，佢哋係被高度工程化去劫持你嘅多巴胺回圈。所以我哋要利用呢種預期心理，令好習慣都變到好有吸引力，咁樣你先會有動力去採取行動。點樣令件事變吸引？可以用誘惑捆綁，將你必須做嘅嘢同你想要做嘅嘢黐埋一齊。例如有個案例，佢將健身車連埋 Netflix， 一定要踩到某個速度先有得睇。你仲可以玩堆疊加捆綁，例如午休返到 office， 舊習慣，打3個推銷電話，必須，然後先睇體育新聞，想要。咁樣你就會因為想做嗰件正嘢，而更有動力去完成嗰件悶嘢。利用大腦嘅獎勵機制嚟幫自己做事。我哋係群居動物，好中意模仿3種人：身邊親近嘅人、大多數人同埋成功人士。如果你想建立好習慣，最快嘅方法係加入一個你理想行為係常態嘅群體。如果你想睇多啲書，就加入讀書會。當身邊嘅人都覺得睇書係好型、好正常嘅事，你為咗融入呢個部落，自然會變到好有動力去做。改變習慣如果意味住融入部落，佢就會變到極具吸引力。所以揀對朋友圈子，你就贏咗一半。最後總結下呢套系統：第一，心智重構，專注喺你想成為乜嘢人；第二，設計提示，利用執行意向同環境設計，令好習慣顯而易見；第三，激發渴望，利用誘惑捆綁同優質社群。記住，每一個習慣都係微小嘅微調，人生唔係靠一晚爆發，而係靠每日嗰1%嘅進步。隨住時間推移，
呢啲原子習慣會複合成為你生命中最不可思議嘅改變。由今日開始，幫自己個作業系統升級啦！多謝大家。